出生啊，可能会有一些人他比较就是有一些人他就很容易生气，那或许他在面对悔改的，他想要去改过这个很嗔恨心好，那他是很努力想要去做，但是他可能还是会在这个过程中感到觉得，哎，为什么我就是这么容易生气？那或许觉得要去了解的是说，或许我们这一世，我们不能只看到我们这一世，我们还要看到我们的我们要理解我们这些以前往昔所造出的，也就是包括我们以前所有前世就是累世所造成的恶业，才会累积到这一世的因果，所以我们要去理解，那才有办法让我们的心平静下来的，真实的去忏悔，这样子。对，所以，就是说往以前世我们不知道，所以我们今生我们应该要去透过这个理解，然后努力的去忏悔，这样子。对，那